饼一口开，认真的人上介水。我发现哦，每一组来参赛的家庭，因拢足认真的练习的，而且感情嘛是一组比一组更较好。这我嘛有发现。所以所有观众朋友啊，你爱知影哦，只要你来到现场挑战任务，不管是伫录影的过程会当得到真好的记忆，甚至是咧练习的过程，会当加真多美好的回忆。而且，阁有另外一个好康，就是现场挑战过关了，就要当给你下完的幸福礼，早登去厝诶。那安尼哦，现场的观众朋友嘛有机会当得到红包。不管是来看录影的，还是来挑战任务的，全部拢有好康啦！今日三组的家庭哦，因拢足认真的练习的，而且因拢无介意输的感觉。随来欢迎头一组起家菜恒，欢迎！哎呦，水！哇！再来欢迎好事家族。有气势！第三组欢迎笑咪咪家庭。哇，真正笑咪咪！欢迎大家！马上来进行今日的比赛。欢迎起家菜恒，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齐一旁。哎呦！大家好，我是小希。大家好，我是何谦。大家好，我是温迪。大家好，我是菜菜。菜菜你好。安尼一旁兄，你甲太太是安怎熟识？安怎熟识哦？你这哇，我亲像你去想到什么 TV 的回忆？迄不是 TV 迄个话是唔敢去面对。你是我的大学的同学。哦，遮久啊，17档哦。哦，17档哦。 17档哦。有啦，差不多。 93年较进来。我记唔对去啊。你记得17档是另外一个啦。我记唔对。系啊。 17档又是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啦。哦，所以你大学的时阵有另外一个女朋友，不是较进前的。哎呦，当别人啊！讲你两个好不好？就是大学同学对。哦。我细伊6岁，因为6岁是同哦。因为伊做兵做2档，兵考4档，啊，才个去甲我拄着我安尼。哦，我送你2个字：坚持对。 伊就是安尼坚持，才会去拄着你哦。对不？这就是缘分啊。缘分啊，对缘分啊。顶考4档，伊就拄着你啊呢。啊，伊就去撩别人啊。对。哎，没有讲啊，那我讲为别你安尼讲，我会人想到迄17档迄。哦，歹势咩？我不是超工的。啊，你两人交往的时阵，有啥物印象上深的代志？应该是迄阵大学的时阵无钱，啊，厝内底嘛无可能互你介济钱，所以若要拄着食饭时间的时阵，伊拢会讲行。 咱来山骹的迄种超商啊，大的迄种量饭店，咱就去试食，啊，咱就2个人就排队，安尼进食到饱，吼，啊食有迄种炒饭啊，吼，有啥物煎鲑鱼啦，细题啊，无饱呢，啊，搁顶排，安尼啊，吼，排到迄个阿姨，你是排过吗？所以你大学读到旧年对无？因为拢伫咧排队，拢无去上课，无都毕业。是讲恁咧饲囡仔的过程，敢有发生啥物互恁真难忘的代志？有啊，阮大汉囡仔啊，老二嘛是，拢是拍篮球的，拢是篮球队的。哇，所以呢，咱教练的拢去看因的比赛，陪因练球安尼。规家伙仔做伙去替哥哥加油的时阵，应该足感动的。对。啊，安尼讲起来，哥哥甲弟弟拢真够拍篮球，对无？对。今日是不是有炸篮球来？来表演一段。 哎呦，是不是？好，哎呦，就阿莎莉耶，来泼下去。 Told him this a chip shot. I ain't missing cause you know I'm taking big shots. Just stop when I'm driven up, pit stops. This hot, I ain't playing like a 6 spot. Pissed off, but I told him this a chip shot. 厉害呢！啊，一旁兄，你是当时开始学台语的？当时哦，我熟悉我太太迄个时阵
就大学开始学台语啊，有足侪笑亏。笑亏有啦。对。就是要甲我结婚的前几个月，伊拢从来拢唔捌看过阮阿嬷，啊，阮妈妈就讲爱带伊登去看一个。对啊。阿嬷是看到伊，伊就安尼乌远，阿嬷就一直甲我讲，这唔通啦，这看起来像迄共拍啦，卖啦安尼啦。啊，即摆我就扭去边仔甲讲，你等下爱较笑的，啊较好喙的，伊就讲好。啊，即摆去到甲阿嬷开始讲话，就讲阿嬷。伊是我的迄个米粉叉，阿嬷就我就袂晓讲啊，我想讲，我就看迄字面解说。米粉车啊，米粉车啊，对，我就袂晓讲啊。腰巴叉哦。我要这一巴肚腰啦。后来阿嬷就讲嘛，足够水的，你听你这个足够水的，啊，毋过时间要到，拢听无。行要好来啊，阿嬷讲哈，你要走啊，你要去打，阿嬷唔敢，伊就讲，我要带去公家啦。公鸡？啥物公鸡啊？唔是哦，迄夜市啊，公鸡啊，啊是蛇鸡啦，唔是公鸡啦。哦，因为故意会广嘿，所以一小讲公诶公鸡。拄则所有人拢听无呢。公鸡。今日你足高水。我是认真讲的。你是认真讲。我足介意甲是大人讲话，伫迄个身上会当学一寡台语。系安尼。而且一旁遐你唔来搞唱歌，你基本嘛咧教唱歌对吧？哎，教唱歌，甲是大人唱歌，唱歌上基本的就是，用气，你的气一定爱够，所以呢，一定爱有这种练习。哈，咪嘛咪，上简单就安尼。咪嘛咪，差不多练5分钟就好。5分钟。哦。这算是一开始的撇步。爱训的迄你的气啊，爱稳。你应该是头一届用台语教大家唱歌哈。哎，对，头一届。感谢你的头一届献给大家。啊，拍掌声！安尼起价菜今日来到公园倒转来，因想要爱幸福的是啥？咱做伙来看。无线电扫帚。因为厝内底伤济人啊，阮拢是用迄种抽迄种有线的迄种的，常常要拜托因甲我救一个，逐个人拢就感觉足麻烦的。我一直想要有这种手持的，会使安尼真紧。一方面嘛是希望因会当甲我斗相共。嘿啦，较方便，安尼大家都真愿意斗相共，安尼真好，敢有信心？有，哎呦，真正有气势！马上来进行三甲盖古水，三人刷接，甲杯仔拍出去，好三甲做尾尖，30秒以内完成就成功过关啦，有3届机会哦。这根本就困难。对，足简单的。啊，不过吼，安怎？阮伫厝内底练习的时阵哦，应该是安尼。哎呦。因为阮的工作人员试这游戏的时阵是安尼，安尼成功的哦，因是有过关的。所以恁要安尼是吧？所人你家决定哦。阮伫厝内底练习就是安尼。制作人讲会用字。好。咱做伙来看，看因练习的状况是安怎。这啥？啊，这小多啊！三角盖古水，简单啊，古水是讲我吧？古水是我。你，讲，你安尼，唔叫盖古水，看卖啊！来，弟弟，你先来。哦，会晓呗！啊，我哥哥，大哥你来。好。我来，看清楚，来，重点是吼，这镜头啊，1、2、3、4，看清楚，来哦。那你袂使啦，我是当时才会当摕到。啊，你讲袂晓，你来，无你来，好，真难呢。
错。有吧？咱就是爱平心静气，哦，平心静气。迄个刹那就是有无？安尼就，咱来试看卖啊。哦，来。啊！我跟你讲，林峰，稳了，来，走过来，欢呼一下，来，哦，1、2、3，加油！来，走过来，来，继续。哦。哦，我成功啊！我成功啊！你看，我先哈。哦，你搞落叶嘛？我一边哈，来，你看，好。你看，我成功，我成功啊！这最难的，真的。好，来，卖上，紧。练习啊，真的。哎呀，没使哦，没成功哦，没成功吗？好，来。来，起来。用这好啊！哎，就足简单啊！你看，来，安尼，是不是足简单呢？爸爸，我看到你有成功啊，不过恁啥拢无爱插爸爸。你像安尼讲，我你来讲，就差。是因为伊逐工行到对，就练到对，就烦的。谢念的安尼。哦，今日做伙加油，好不好？把幸福咧无断去。起价菜园，请就位。三甲盖古水，请开始。来哦，开始啊！30秒。差时间嘛。有机会，记得。紧嘞！加油！较大啦！7、8。三甲盖古水，请开始。来哦，开始啊！30秒。差时间嘛。有机会，记得。紧嘞！加油！较大啦！7、刷落来哇！观众朋友的挑战啊，30秒以内只要一个成功就过关，摕到1000块的红包。1、2、3，来！欢迎！大家好，我是陈友仁，欢喜来参加这个节目。看因拄只3杯啊，25秒就过关了，你有啥物想法？我希望伫10秒以内。好，加油！好，来，三甲盖古水，观众朋友挑战，请开始啊！啊，较大啦咧！哎呦，伤过大啦！哎，差不多。加油！哦，有接近啊！过来！
小失败啊！安尼看起来就知影，因伫咧厝诶真正是有练习的。啊，你拄则安尼哦，讲你10秒以内要完成，我要俩准你哇，伫厝诶拢有。人即马已经失败啊，你就莫搁考试啊！多谢你来送真欢喜啦！谢谢。安尼就知影，真正是无简单。恭喜你，总算甲幸福的猫登去啊！再来欢迎第2组，欢迎好事家族。大家好，我是好嫂。大家好，我是医生。你是医生？哇，你这么细汉就做医生哦？你敢袂当说我看诊？医生呐，医生。大家好，我是好兄。大家好，我是好好，哇！欢迎。医生是恁的后生？唔是，唔是，伊是我查某囝的囝。啊，查某囝的囝。哎，安尼这就是阿姑甲阿金对。啊，你想怎好这名才古水哈？哦，因为呢，阮母啊吼，这歹叫做好爸母，所以我较。你莫甲我拍歹名声，我非常温柔体贴。新妇笑甲安尼。哦，你问新妇，我对你有好无？真好。阿母兄在跟我感觉讲无好吗？阮母啊，真正对我真好。你这表情哦，足恐怖的咧。无啊，阮母啊真正对我真好啊，啊，毋过伊真正足有原则的，足有原则。阮母啊上厉害就是掠小三。哈？掠啥个小三？我是路胆不平气死人人。我古早阮爸咧开餐厅，啊，我伫遐做伙计。迄个头家带小三来食饭，我就讲点这个菜，讲无卖，这个菜无啊。啊，甚至于吼讲歹势，时间到，我们大洋啊，甲伊挂出。啊，你哪会知影伊是小三？哦，大家太太拢知吼。先生带太太来食饭，甲带小三来食饭，迄个姿势拢无共。安怎？表情？带太太是啥物姿势？啥物表情？带太太都啊坐啊坐啊，啊带小三就来吃坐。啊太太拢会拣较俗的对无？小三拢食上好的。哦。哎，一碗牛肉面千里安尼甲叫咧。哦。啊，我伫坐边仔听到哦，我想讲这个小三。那安尼你唔好带我去食清理的牛肉面啦，俩做我是小三。亲情50哦，若讲什么人因翁带小三，我就跳槽，行，做阵来掠。你有掠过？掠过。敢有掠着？掠着，啊叫来跪，你讲你唔对，你着爱承认，吼，啊你着爱对不起人，你讲回失咧。妈妈，我感觉你最适合演8点钟，咱演一段互大家看。我演你的小三。妈妈，你来掠小三。你要确定哦？系啊。因为妈妈会叫你跪哦。不一定啦。哦，哎，唔免惊，我免惊啊。喂，小东诶，小三，是无？我唔是。就是你是，你甲当天白日安尼浸哦，你咧浸啥我哥啊？来，你看这，慢点啊，你慢点啦，快过啦，安尼快过啦。你哪会当合人的翁安怎？我问唔对，你爱的人是我。哎，你个头啦！你爱伊的钱，爱伊的人，你啷电话我叫伊随来，甲你掠去剁头。好。哎，这恐怖的咧，爬下去咧。真趣味啦，真趣味。来讲者，来好说啊，你甲好兄是安怎熟悉？啊，落网络啊，网络你咪熟悉？哎呀，交友的 app。哦。我迄阵就是吼，用网络交友啦。是。啊，透早一个，中昼一个，下晡搁一个，暗时搁一个。你讲叫伊跪落？啊，我是讲交友啦，无创啥。交朋友啦，嘿。交朋友呢？熟识，只是熟识呢。熟识啦，嘿啊。啊，后来熟识对方了后，其他拢切断啊，对吧？啊，我先看伊的生意啊。哦，啊，有提出啥物生意？有啊。啥？是啥？你嘛讲出来。伊的生意就是，我感觉伊足骨力的，骨力的意思是讲，因为我无介意坐迄公车还是捷运，对，因为我的空气无流通，我也无爽快。我感觉无我骑车甲你载。哇！我骑一个50cc 的乌多摆，佮摕一张地图，佮甲载。哇！因为迄阵已经擅长嘿，骑多摆。而且伊较早
带淡水，我带深坑。伊拢会安尼甲我安尼载，所以来嘛载，转去嘛载，所以我感觉足骨力的啊。哇，真是的，这真是的啦。真好，啊，看恁规家伙感情足好的，唔知影恁今日想要爱幸福的是啥咧？幸福的是一台电视。电视，是安怎想要一台电视啊？因为我和阮先生、阮翁吼，一人一台电视。因为阮翁退休啊吼，啊这思想和我无共啊。伊要看什么？政府的节目，啊，我要看八点档，八点档，俩小三的，啊，要看恁这节目，公司14台对无？公平斗阵啦！咱做伙来看，因要爱幸福的是做什么款？哇，大电视，有信心会当摕登去无？哦，马上来进行高价解盘。用飞盘成9间价，砸底飞盘拍掉来数字，就成功过关啦！有2届机会哦。2届机会，恁要安怎安排？我拍5摆，啊，阮母，唔是阮母，阮某拍5摆。你有看清楚吗？啊，较认真，较认真啊！恁2个人来挑战，好好，来，咱做伙来看因练习过程。来啊！拢来啊！啊，吹着我啦！吹着啥？都是这啦！你坐会啊，搁遐尼激动创啥？啊，真激动的啊！迄是啥会啊？哎呦，你看，这就是吼公良斗党啊的任务卡啦。高价甲一盘。啊，咱无物件通练习要安怎？来，用这。好，来，我一定会写会到的啦。知道吗？嘿，安尼啊！哎呀，过来。这个，好，我来试看卖啦。哎呀，过来这个。我丢。哎呀，妈妈，购物无啦？有。来，用这啦。嘿，啊，恁2个伫遮创啥小朋友啊？唔免摕你的幸福体验吗？啊，你来练习吗？赶紧啦！今仔日吼无写着10届吼，大家拢免食饭。哎呦，你实在，哎呦，真正是，是会晓卖啦。哦，是会晓卖啦。啊，较大啦咧啦，今日无食饭哦。无你来，你个头你来。哇！你就偌高，嘛是安尼白白，谁算啊？哦，看见小灯受气，对唔对？对啊。安尼也是无路用啦，也是靠咱2个啦。够来，妈妈够来。哎，这个敢若会当做飞盘的练习无？哦，唔通，还伤危险嘛？是坑的，嘿。啊无，这个嘛会使哦。危险啦，危险妈妈。嘿，较细腻的。啊无，哦，这个上适合。飘。你坑的。高级的名牌。我带你去夜市啊，练习。哦。我来夜市练习，我先来。哦，这里看。哎呦。妈妈拢听袂到啦，啊，阮某啊2届尔，好啊厉害啦！厉害多啊！每一届的失败，就是为着后一摆的成功啊！飞盘在手，心心我有。哦，好嘛，你真正有想要摕迄个皇帝咧食饭的盘出来练习？我形容摕出来才知影，迄敢是黄金。好叫做甲你主动呢。嘿啊，
好嫂，你这是好爸母呢，足歹哦。冇你来啊！叫你阿妈来啊！好啊，看得出来你真厉害。啊，希望你会当成功，吼，甲幸福你摸回去。好事家族，请就位。告给该盘，请开始。加油，加油！你当开始啊！加油！莫紧张，哎呀，莫紧张，慢慢仔来。哈利路亚！下车，还较大了嘞！哈利路亚！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哎呀，大好手啊！慢慢啦，莫紧张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来来来！马紧，冇紧，给我第二届机会。哎呦！哇，你真的足够的呢！哎呀，搁第二摆。哦，哎，啊，不过好手真正是较高啦。对对对，我感觉你拢你来好啊。所以10个拢可以。哎，真的吗？还好，你做啊。拍啦，这那里是拍啦。好，你走。好，对对对，英雄好你做。哎，第二届挑战，好手加油！好，请开始。哎呦！加油！马紧马紧，别紧张哦。好手，你是不是压力上大？对对对，大家比较不敢看啊。太紧张，太紧张。哎，加油！我3个诶。我卡掉。来来来。哇，马紧马紧。哇，有厉害有厉害。马紧马紧。真可惜失败啊！加度假赶快，差2个。恁翁今马无法度换电视啊，是要安怎马紧啊，我啊？都要了钱甲买啊。我就爱你，所以你敢有做失望的？袂啦，袂失望，这拢是种挑战吼。啊，人健康活掉就好。健康上重要，你拄则讲到重点嘛。你真正知影是不是大医？对啊，我是迄个脊椎有压迫，啊，出来要练习的是手也较无力。哎，对对对，安尼袂用治，安尼一定要鼓互因一届机会，对无？鼓一届机会，你若是挑战成功，就有奖金会当嘿，砸登去。会当赞助你去买电视好对啦，好，多要谢。赢拼无？好一拼，好一拼，好一遍，马上来进行失败电导用。电导用，所以起码连我都唔知影，倒一个是上大的红包哦。头一张，哎呦，哎呦，你今日做反应啊！哎呦哎呦哎呀！要死要吓人。医生来算好不好？啊，不过医生，你看吼，虽然讲咱即马拢看袂到，倒一个是较大的红包，啊，我看到，观众朋友拢看得到，所以你会当试看卖。中间。你好改决定啊！伊即马冤家啊，大家意见袂合，1、2、3，确定哦。确定。贝贝。算游戏才会当打得球哈，大家唔免这么欢喜好不好？啊，不过你唔免烦恼，吼，阮的节目真正就有诚意的。对。今日有请到一个歌手，是来甲恁教，欢迎歌手。加油！哎，小勇，我看你摕这飞盘，甲因咧比赛无共款对吧？因为这是你这是软的，专业的。
阮一般的飞盘是定盘，定盘伊内底有足轻的一个胶，会当摕，手会当吸伫内底，啊，所以咧弹的时阵，盘会当飞较远，啊，嘛会当较稳、较平。啊，这是安全的飞盘对这无？款是囡仔咧耍的，软的，对，一般夜市仔咧耍的飞盘，因为较安全啦，对，较安全啦。所以你今日要示范，要用无共款的道具对无？对对。好，那你就看伊表演啦，好不好？来，观众朋友，看下去，请开始。那呢，我就看你是不是嘛会晓算这软的飞盘、高价盖盘、高手小样的挑战，请开始，加油！来哦，高手小样，哎呀，冇紧冇紧，头前因为无试过，哦，就有力的，就有力的，我来，头一摆的，安尼算，哎呦，来，把紧，倒来。再插一个就过关了。哇！我卡掉。哇！最后一个。哇！恭喜高手小杨公赢到上来哦！来。应该有啥撇步就？会当甲因教一下。这盘上重要的是车出去爱互伊转起来，转起来伊还会飞是直的，就是你爱淡薄啊对内底安尼个射出去，唔是直接安尼弹，因为直接安尼弹呢力无够大，体方式就是大头舞会当放在顶面，放伫顶面，其他四支头舞会当放。镜头啊！四支镜头啊！其他四支手指放下骹。镜头啊！镜头啊！镜头啊，放下骹。啊，放下骹是谁做安怎？你会当爱家扣的。高咧，会当甲伊定掉的，定掉的你射出去的时阵，伊还会较平。而且佫爱搞互硬。对对。好啦，我试看卖啊。对。啊是你爱参照头前一人5个。好。高手小样已经甲撇步拢教你啊，哦，爱加油哦，好事佳作，请就位。失败颠倒勇，医生真无简单，见到5000块红包，敢会当成功过关呢？高价盖盘，请开始。加油！加油！无代志。哎呦！哇！无紧，倒来。哇！好，恁阿某真好。来，阿某小欠者。高价盖盘，请开始。加油！无代志。哎呦！哇！无紧，倒来。哇！好，恁阿某真好。来，阿某小欠者。哇！爱运动较精神。继续。真难呢。愈来愈辛苦。嘿。失败啊！来，好呀！哇，真可惜。考大学较难。所以哦，观众朋友嘛，拢有看到高手小样真正无简单，是，因为伊是今日唯一一个过关的。对啊，来大家各位拍破一届好不好？好了，再来欢迎第3组，欢迎俏咪咪家庭。
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母，我叫做阿文。阿文。大家好，我是妹妹，我叫做阿婷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兄，我叫做悠悠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爸，叫做阿红。欢迎笑咪咪家庭。但是安怎叫咧合作笑咪咪家庭啊？恁一家伙仔拢就爱笑的。唔是啦，是拄到代志吼，啊，就袂晓，啊，就来咱咧笑笑的，给带过去。有拄到代志，咱嘛是咧爱笑笑啊，安尼较会健康。对啊，安尼嘛足好的啊。关呢，足乐观呢。啊，当初恁两个阿某是安怎熟悉的？就是有一道，即个朋友招要食饭，啊，甲我约，啊，就去到遐目睭，拢嘛是爱先闪一下，闪一下再去想着这个。想着这个时阵吼，心肝就开始会跳。啊，无你平常时拢袂跳。伊是跳的，搁较紧，搁较紧。无啦，跳较强的啦。啊，开始交往中哦，就是讲伊有发现我的路卡的行为哦，无啥物。较无好，较无好啦，因为我拢交迄个上家啦。哦，信用卡。我用的最。愈愈我就等的，啊来小单来我就拢交迄个上家。啊，你都发现讲伊有欠小。有啊，吼，欠袂少啦，欠袂少哦。嘿啊，后来要安怎？哎，佮我讲，啊无安尼好啊啦，我甲我的汇款公司薪水汇款的口座，拢交互你啦。哦，因啊交互你啦，啊我就讲好啦好啦，我甲你处理啦。你就替伊行孝，缴缴的，啊就为伊的薪水豆豆啊扣啦。啊，伊只要有上班就有薪水啊，是，伊就是安尼戆戆啊，互我。哦，你看足远的呢。落尾想起来哦，感觉唔知是伊甲我怪，还是我怪，应该是我有怪。所以你的口座到即马，啊，搁伫啊，搁伫啊。重点是，你即摆结婚，从来冇搁起倒来啊。几多年啊？15年啊。15年啊！安尼一个月你拢互伊偌济钱？偌济收费？当做收费。这讲起来嘛，真正歹势呢。你若摕提款卡伊甲插落，内底就6万，佮欠这零，减一零6000，一个月。到即摆也是无怪伊心脏袂跳啊。我都跳，食无饱。无法度啊，无甲伊摕寡所费开吼，两个囡仔嘛是食袂饱。对。所以只好爱为遐先扣寡开。那呢，我想要问哥哥甲妹妹哦，妈妈对钱遐尼敏感的这种个性，敢有去影响到恁？我的生日拢共一天过。哈？生日拢共一天过？谁的生日？咱三个。恁3个人做伙过生日？无啦，因为吼，我嘛唔知影是安怎才拄啊好啦。18号、19号、20号，3个人拢差一天啦。然后就做伙过生日。啊，总无对啊，总无可能你3天拢食3个鸡卵糕嘛，所以只好。3个人要一个鸡卵糕。对哦，啊，就选一天。哇，你真够算呢！你连生囡仔拢免心钱。哎呦，厉害！哪会这厉害啊？鸡卵糕即马嘛贵贵啊。算好啊，想讲。无得我今日一定要甲伊补出来。无呢，做拄啊好的呢，就是自然安尼个生出来啊。哇，这个济自细汉到大汉，其实安尼嘛是足幸福的呢。这嘛是另外一种幸福。对啊。对啊。啊，那呢，这笑咪咪家庭要来幸福咧，洗碗机哦。阮洗碗是轮流的。轮流洗碗。我洗2天，阿爸洗2天，阿兄洗2天，阿母洗1天。1天。哦。妈妈是洗倒1天？我洗礼拜。全家带出去外口食迄天。所以妈妈基本上免洗碗。哦，妈妈你真正够算啊！哇，妈妈足巧的呢，我应该向你好好学习。啊，不过若是今日赢到这台洗碗机，恁3个人就轻松啊。安尼就要为着恁的幸福咧好啊加油哦！无问题，敢有信心？马上来进行1下3合1，2手做1下，把杯仔的架纸挑起来，互3底杯仔合作伙，袂当互杯仔倒去。5组拢完成，就成功过关啦！有3届机会哦。
恁三个人为着家己免生活来争取这礼物。嘿，妈妈就先离开啊。妈妈本来就免生，妈妈替加油啊！妈妈的意思就是讲哦，假使讲恁家己无想要生活，就爱家己去争取，家己爱较拍拼的。咱做伙来看因练习的过程。我这个坐啊，足烦呢。囝，今仔轮到你洗碗，辛苦啊，辛苦啊。那个是啊，你做啥？你在做啊？阿欺负我，你谁来救你？我靠有欺负啊！我即马是咧练习呢，练习嘛先讲咱兜就洗碗机啊呢。啊，你即摆是咧练啥？我即马就是咧练这啊，睇咱的任务啦，一个三合一，爱互三块杯啊贴做伙。啊是啥物物啊？哦，是安尼哦。安尼恁知影吼？这个看起来哦，真正足出名的，我嘛要先试看觅。好。我。啊，你嘛是无啦。我看恁安尼练甲安尼袂使袂使，咱改练别种的啊。恁抽出来，杯仔袂当落。我先试看觅。啊，扣100块。你扣100？无可能。啊，你嘛失败啦，佮扣100。啊，你嘛失败，你嘛扣100。你无公平啊！哎呀，无公平。讲伊。啊，我是要教人洗碗呢。安尼恁就甲我好好练习，咧困做梦拢爱甲我练。安尼唔该摕着咱的洗碗机。是啊。有认真哦。有。啊，一点啊，你看。你看我，不要拢家己拢无要甲我练来换手嘞，换手我买。哎呀！啊，认真啊！弄掉你啊！我想要说我较认真的啊。我是想说。哦，恁成功哦！厉害，唔咧困拢咧练习。是我。哎。啊，咱做收费是阿姨。好啊，你要摕收费呢？来，你即摆甲这张牌啊抽开，杯啊袂当落，这个收费啊。抽开。对。啊，杯啊袂当落。安尼就有啊。有。我杯啊落，安尼就无收费啊。啊，杯安尼无收费。对，你后哥来当。后哥喂。哎呦喂啊，爸爸你的腮听着我都赚着啊！嗨，妈妈足巧的，甲100块放伫咧车，互爸爸去抽。啊，若是无成功，哎，就无钱会当摕啊。即马敢有信心？有，做加油一个好不好？三对杯啊，1.0赞啊！三对杯啊，1.0，来，笑咪咪家庭，请就位。一个3合1，请开始。加油哦，无限时间哦，无限时间哦。啊，不过不要被当到。你的收费无啊啦。真可惜无成功。我话拢还袂讲煞呢，爸爸。无限时间，啊，不过杯也袂当倒去。刷来换你啊！刷来换你啊！你准备好啊未？好啊，好啊。一个3合1，第2届挑战，请开始。豆豆来，豆豆来，真正豆豆来。哦。哎。安尼无算倒哦，安尼无算倒，来继续继续。一个
3合1第2届挑战，请开始。豆豆来，豆豆来，真正豆豆来，哦，哎。 安尼无算倒哦，安尼无算倒，来继续继续。敢不呀？真可惜失败啊！你都在拍姐，你都没去啊？哎呀，不过无倒啊，你有点倒去啊！哎呦，马景，你超厉害的，你真高。 上来，哇，哥哥来表现，来哥哥，悠悠，哥哥来，卖着急，豆豆来，才子妹妹都加呢，加油，加油！一个3合1第3届挑战，请开始。豆豆来哦，豆豆来，豆豆来，豆豆来，哎，我感觉无准呢，哎呀，豆豆来吼。 上好，上好，加油加油！啊！真可惜哦！来，我看豆豆是要考。妹妹，你嘛是啊？爸爸嘛是。你2工，哦，你3工，你嘛3工。啊，妹妹说啊。妹妹因为这道表现袂歹，免说啊。啊，不过唔管安怎。哎呀，这真可惜哦。对啊，而且过去这段时间，大家做伙踮咧厝的练习，嘛是算较足欢喜的，嘛是创造真多真好的记忆，对吧？对，安怎拢会好啦。刷落来，哇，观众朋友来挑战，观众朋友共款哦，无限时间，5组成功2组就过关，会当得到1000块的红包。我算到3，举手哦，1、2、3。哎，来头一排的妹妹。 妹妹，欢迎！大家好，我是阿巧。阿巧，你真巧是吧？嗯，是无。啊，你拄啊看因规家伙仔来挑战这个任务，是毋是有淡薄仔困难？加油哦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好，加油！一个3合1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阿巧，加油！来。 哎，小可调整一下吼。哎呦，做伙。哎，你那一届抽一届倒2遍。这无算，重新开始，来，够给你一届机会，来加油！来，继续，来。啊！哎呦，头前比拄只较好啊。是不是爱抽较紧的对无？ 哎，拢差一回，对好准，来，你讲机会，够2届机会。你啊，不过你最后这2届一定要成功，一定会成功。我拢希望你会当过关，来，加油！加油！算成功啊！豆豆来哦，这个过关你就摕到红包哦，调整好势。可惜哦，失败啊！阿巧，你已经真厉害，因为你无练习过嘛，对不？你会当成功一个，成功一半，已经算是真厉害啊！厉害啊，对不？啊，成功啊！成功一个。后届个继续来算，好不好？你今日来这部上算敢有欢喜？欢喜啊！后届再过来好不？ 好，哦，今再过来挑战其他的游戏，好不好？欢迎你后届再过来哦，多谢阿巧。来，笑咪咪家庭，嘛同款是笑咪咪啦。对啊，就是安尼吼。你嘛后届再过来，哦，这洗碗机阁会淡定。规家伙啊，拢是安尼笑笑的过每一天，相信你一定会愈来愈好，愈来愈欢喜。继续笑咪咪。哇！ 看完今日的比赛哦，咱会当发现，一个家庭的气氛若是好，每一个人的面拢是笑眯眯的。就算挑战失败啊，嘛是规家伙啊笑笑的，欢喜做伙去面对。假使讲你嘛是笑眯眯的家庭，进来参加比赛，甲大家分享恁家庭和乐的秘诀。当然，嘛要继续收看《公园豆豆来 Plus》。
谢谢。